你不许走。我去哪儿啊？这不是给你削苹果呢吗？啊？真的？真的。那你说话算数？当然算数了。啊，我一会儿会离开一下，不过我是去找大夫。啊，然后呢，再去打点开水。等你睡醒之后，接着给你擦身体。马上就完成喽。好嘞，大功告成。当当当当。杜月笙就是从萧离的学徒开始的，最后削成上海滩的大亨的。来，吃吧。快点儿吧，快点儿吧！你能不能别磨蹭了呀？你不会去逛个母婴店还要带本《诗经》吧？我想带本我的母亲。天！哎，博士呢？哎呀，博士，不知道去哪个菜地里面勾搭小姑娘去了。别这样说。嘿。谁呀？我说谁谁就来短信，10万火急速来会所。哎呀妈，赶紧去找人家博士吧。我还得陪你去买东西呢。哎呦，我孩子是等得急，我怕人10万火急等不及了。吃吧，那你自己去的路上小心点啊。10万火急啊！滚！喝酒，这么多年我们的交往也算是隔离式交往了。我和闪闪079亲密无间，而且你还给我画过裸体画。今天我要跟你 PK 吃辣椒。跟我 PK 吃辣椒？对。你觉得你吃得过我吗？不管吃得过吃不过，我要尝试一下。你是不是傻呀？我说要比我能吃辣，我也没有说光吃辣椒啊，你可以就着点别的东西啊。差不多行了，你倒点水。你别给我倒水，你得吃跟我一样多的辣椒，你要不然就认输，要不然就吃跟我多的一样多的辣椒，快决定！你当我傻呀？我才不吃呢！算你赢，你赢了。干嘛？干嘛呢？你干嘛？不是你不能吃辣椒，你就别在那装孙子啊！吃那么多辣椒行不行啊你？等我1秒钟啊！你干嘛？别回头，别回头，别回头。
当当当当。回报了爸爸。沈珊珊，嫁给我吧。我觉得可以。娟娟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你咋来了呢？这么重要的时候必须来，我可是你亲姐姐。这个小伙子专程把我接来，用心良苦。我晓得。雷珊珊，我知道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，我不善言辞，我也不善表达，但我的心是真诚的，是执着的。从我看见你的第一天开始，我的心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跑到你那儿去了。有时候我有好多的话想跟你说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今天我鼓起了我所有的勇气，我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、创造力，弄了这么一场求婚仪式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满意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。我其实准备了好多特别感人的词，但是刚才吃辣椒吃太多了，一下都给我拉忘了。我只想请求你一件事情，答应我，嫁给我。哎，稍等，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谁给我打电话呀？